歡迎收睇 AriesGuard 系列影片。今日我哋學習點樣有效地使用 AriesGuard 室內盤管清洗劑及 AriesGuard 室內盤管處理劑。將 AriesGuard 室內盤管清洗劑以1:20嘅比例用溫水稀釋，可以分解生物性物質並安全清除所有有機沉積物。將已稀釋嘅清潔劑均勻噴灑或塗抹喺整個線圈表面，靜置15至20分鐘。呢個過程可去除生物膜及其他污染物。AriesGuard 室內盤管清洗劑無腐蝕性，而且可以完全被生物降解。盤管同線葉而家可以徹底清洗，徹底沖洗乾淨線圈及線葉，同時注意控制溢流。一直沖洗直到流出嚟嘅水無顆粒並且乾淨為止。清潔後沖洗乾淨冷凝盤入面嘅污染物。清潔線圈後，只需要喺線圈上噴灑 AriesGuard 室內盤管處理劑，即可提供長達12個月嘅持續保護，控制及防止霉菌、真菌同引起異味嘅細菌生長。如果你對 AriesGuard 產品使用或處理有任何疑問，請與我們聯絡。謝謝收看。